謝安庭議員。多謝主席，多謝各位官員、各位同事。咁對於呢個法案呢，本人係支持嘅。咁喺呢個法案之前講呢，公務員係特區政府嘅重要資源，而且亦係澳門嘅社會重要嘅組成部分。透過對公務員嘅關懷同埋支持呢，提升公務員嘅薪酬福利。咁不但有利於提升公務員嘅士氣啦，穩定公務員隊伍嘅服務質素，更對於將本澳嘅公務員呢邁向一流嘅服務團隊呢有隻正面嘅影響。咁全澳公務員有幾萬人呢，涉及無數嘅家庭。調整公務員嘅薪酬福利呢，絕對係有助舒緩佢哋嘅經濟壓力。但係呢，而家近年我哋嘅物價咁貴啦，樓價高不可攀嘅問題呢，令到我哋嘅公務員呢，佢哋都係對於房屋問題，佢哋都係苦不堪言嘅。咁你加咗佢2100蚊房屋津貼，我諗而家租個車位多少少咁嘅價錢，咁可能都係有少少唔係佢哋想眼前見到嘅。咁喺呢個方面呢，咁喺市民眼中，公務員已經係鐵飯碗啦。但係相對於個高級公務員隊伍嚟講呢，亦都受到同樣嘅房屋問題。咁而家樓價咁貴，已經超出咗公務員嘅購買能力。咁佢哋公屋啊、經屋啊，咁佢哋又申請唔到。咁再者，政府去年呢就提供其實公務員宿舍得100幾個，我哋都係講翻公務員宿舍嘅問題。因此呢，本人喺度促請政府同埋有關當局呢，盡快研究一下興建呢個公務員宿舍，以滿足一眾低收入嘅公務員嘅住屋需求。多謝。